我是说你是第一个打电话报警招嫖的。说你自己招嫖被骗钱，然后主动联系我们派出所，想要我们对你进行处罚的人。我能问一下我接下来是什么个流程吗？我不懂。接下来的流程就是依法对你们进行处理。得，我接受。可以知道流程可以知道吗？先去派出所再说。可以。你们一开始怎么约好的嘛？1500块钱是干嘛呢？作业。我先告诉你，你这个事情的性质啊。你属于网络招嫖啊，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，可以。是违法行为啊。然后行政拘留多久？你坦然的接受被行政拘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你们对我的一切都是公正、公开的那个司法程序，我接受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打个电话，公安局会把你抓走的？那你知？我知道了。你知不知道行政拘留对你有什么影响？你报这个警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想自首还是想干嘛？自首，一个自首，一个是这个钱我可以被他，就是我可以被国家罚走，但是我不想被这种骗子拿走。